中国海峡论坛6月要举办，进前婚姻馆长张丽仙、金门副馆长李文良、甲台东馆长廖庆玲拢捌去参加过。昨陆委会就强调，这个论坛就是中国的统战场合，禁止咱中央部会的人去参加。因为对地方政府的态度，嘛对以往的无希望参加，该做建议莫去参加。 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所以政府禁止在台办理相关活动。中国海峡论坛伫咧6月进行，陆委会重申禁止中央部会人员参加。因为对有地方政府的态度，自往年的无路见参加，第一遍改做建议地方政府唔通参加，也个应该卖准人员参加相关活动。甲以前的资料现规看。 2024年，婚姻馆长张丽仙加金门馆副馆长李文良捌去台了参加会议。2023年，台东馆长廖庆玲也捌去过。南投县我们是以观光跟农业著称，那其实，在两岸的交流上面，基本上我们从来不会去触及到政治的问题，政府有规范，那我们都会遵守。但是如果在扩大交流的部分呢，我希望能够尽量是采取开放跟保持一定的这个互动。 南投馆长柯世华希望中央应该对两华交流保持开放的态度，并且主动讲到南投甲中国杭州市合办的两岸论坛，因为政府相关政策会缩小规模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政府全面出动，和两华断线，民进党谈政治红利，制造两华的对立。我不支持这种就是禁止的行为。今年如果我去参加的话，是不是会被依照这个？ 反渗透法去办，现在一味用封锁的这个方法，长远来看是非常不利两岸交流，也是非常不利两岸和平的。海峡论坛本身就是一个统战论坛，所以去参加呢，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。讲到两华调遐立委态度分甲正清楚，陆委会也警告讲，中共伫最近继续透过两华交流活动，加大对台湾的促融促统的力量。 希望各内各界遵守相关的规范，唔通配合中共对台统战操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